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11月初6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51篇，弥迦书第6章第1节到第8节，约翰福音13章31节到35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甲主同行。基督徒被称作基督徒，是伫安提阿的所在开始的。迄是因为安提阿的初代教会信徒，因的生活模式俗称是因的老师耶稣基督。因为安尼，当这时的外邦人、犹太教徒就讥笑因，讲即群人是耶稣的军队者，或者是咧讲模仿者，也就是咧讲这会对外人的眼中来看。这个基督徒学耶稣学了太成了，所以因就被称作基督徒。虽然这是一个支持的称呼，但是对另外一个层面来看，就是这群人实在是太有见证了。基督徒就是咱咧讲基督的门徒、学徒，就是爱学习有基督的功力。初代教会的信徒因做到啊！伫出埃及记所记载，以色列人因领受着上帝借着摩西所颁布的诫命，这个目的也就是要爱因来学习，来成做一个有见证的人。这受到呼召的人，其实拢应该是爱安尼啦吼。亲像先知弥迦书第6章第1节到第8节所谈论的，听上帝在讲的话起来，伫大山面前提出答辩，互小山听到恁的声。大山甲地坚固的根基啊，就听上主在控诉。上主伫要甲伊的子民争辩，要控告以色列。我的子民啊，我有对恁做甚物吗？我有甚物互恁为难吗？恁来答辩。我有带恁出埃及，救赎恁脱离做奴才的地。我请摩西、亚伦、米利暗做头带恁。我的子民啊，就会记得摩押王巴力的计谋，甲比尼的囝巴兰应伊的话，会记得对十亭到吉甲发生的代志，通互恁知上主公正的作为。我带甚物来就近上主呢？就带甚物来敬拜至高的上帝呢？就用着烧化祭，还是一岁的牛仔来就近伊。上帝敢会欢喜千只的羊羔，还是万条溪的油？我捌为着家己的罪过献大囝，为着我的罪恶献我的亲生囝。人啊，上主已经有指示你甚物是好。伊要求你的是甚物？就是实行公义、心存慈悲、谦卑，甲你的上帝做伙行。上帝是慈悲怜悯的上帝，所以安尼才会设立赎罪祭啊，互人通好因为家己的罪来献上赎罪祭。但是更较重要的是，必须爱会通甲上帝同行，若无，搁再丰盛的这个赎罪祭，也袂当领受到上帝的救恩啦。耶稣基督伫在世传福音的3年，透过伊的医治、关怀、教导、服务，留落美好的典范。耶稣基督教导的目的，就是要爱互基督徒会通学习伊的模样。
来称做军队者，甲伊三甲行。约翰福音13章31节到35节就是安尼讲。犹大出去了后，耶稣讲：但人子已经得到荣光，上帝嘛通过人子得到荣光。既然上帝通过人子得到荣光，上帝家己嘛要荣耀人子，阁要随时互伊得到荣光。细囝，我甲恁做伙剩无偌久，恁要找我，照我捌甲犹太人讲的，等我甲恁讲，我要去的所在，恁袂当去。我互恁一条新的诫命，恁着三听。照我听恁安尼，恁嘛着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门徒。着爱学习耶稣的教导，彼此三听，着爱互相洗脚，因为咱的性命的见证来荣耀主的性命。诗篇51篇，上帝啊，你的听袂改变，求你怜悯我，你有丰富的慈爱，求你撤销我的罪过。求你洗除我一切的罪，洗清我的罪恶。我知家己的过失，我的罪恶不是伫我的目睭前。我有得罪你，我得罪的是你。我有做你看做邪恶的代志，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，受你责罚是应该。我伫母胎就有罪。出世迄日就是罪人，你意爱的是内心诚实，求你教示我，互我的心内有真正的智慧。求你洗除我的罪，互我清气。求你甲我洗清气，互我比洗较白。求你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，互你拍碎的骨头会通搁起来欢喜快乐。求你面越走无看我的罪，求你撤销我一切的罪恶。上帝啊，求你为着我创造纯洁的心，求你赏赐我新佮忠诚的心灵，毋通赶我离开你的面前，毋通对我收回你圣的心。求你互我重新享受你救恩的欢喜。互我的心灵愿意顺服你，我要将你的道路指示犯过失的人，互罪人通归向你。拯救我的上帝啊，求你免除我的死罪，互我通大声称赞你的拯救。主啊，求你开我的嘴，我要称赞你。你无爱成礼，若爱我欢喜献。我若献烧化祭，你嘛无欢喜。上帝啊，你所爱的祭是痛悔的心灵，忧伤痛悔的心，你欢喜接纳。上帝啊，求你用慈爱好款待錫安。中建耶路撒冷的城墙，迄时你要接纳合宜的成礼，全副的烧化祭，人要将牛犅献伫你的祭坛。愿主帮助阮时刻反省，认罪悔改，并且愿意谦卑来跟对主的人，互我会通成做一个真实领受着呼召，愿意服侍，诚心照顾人，主的仆人。欢喜甲主同行，荣耀主名。感谢祈祷，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